伫过去男女较无平等的时代，查甫人爱出外趁食饲家，查某人就爱负责厝内的大细项代志。父母请用后生无得计较成本，干那仰望讲将来食老的时有通倚靠。若后生娶某了后，是毋是会当照因所想的安尼？可能就爱看新妇的态度啊。所以毋才有一句俗语讲：饲囝是义务，食囝看新妇。这句话加减讲出时代烦恼新妇无意愿服侍大家官的心情。毋过时代在进步，真侪观念嘛在咧改变。现代家庭的父母，毋管是岁是查甫查某，拢嘛惜命命，对家己未来的生活嘛量早计划好势。所以饲囝是义务无毋对，若食囝就免劳。